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介意做的代志。俗语讲，钱米钱马又人，人有百百款，每一个人的兴趣拢无共。有人介意看册，有人介意唱歌、跳舞。我上介意做的代志就是画图。自细汉，我就是一个爱画图的囡仔。摕着笔就开始画，画伫涂鸦纸、画图纸的顶面，嘛捌画伫阮兜壁倒的顶头。会记得我读国小1年仔的时，有一天我甲阿爸阿母要求要学画图。迄时阵，阮阿母听一个错一条，想讲哪有囡仔人知影家己的兴趣是啥物，一定会头烧烧、尾冷冷。毋过，经过我几啊摆的要求，阿母总算答应要互我试看卖。我毋若伫画图课的时阵画图，参放学转来到厝，我嘛会继续画图。画图对我来讲是一件简单佮趣味的代志，只要有笔和纸，就会当把我的想法佮心情画出来。手拿彩色笔，画山、画海。画天顶的星到尾，搁画一只鸟仔伫天顶飞来飞去，画过红气气的日头，画过青冷冷的山坪，想到啥就画啥，嘛会当画一寡较罕古的代志，亲像甲阿母变做一蕊花，甲家己变做一个真厉害的阿姨，坐扫帚、四界佚佗，趣味吼。别人用文字也是念影来记录生活，我是用画图来写日记。欢喜的是，着画一蕊红色的花；伤心的是，着画一片紫色的大海；烦恼的是，着画一身七彩的马祖帽。毋茫伊来解救可怜的我。画图的时，我的心情袂输飞上天，欢喜甲西尾也破天怪。画图的时，我的心情就亲像鸟仔放出笼，自由自在，无受束缚阻界。画图会当发挥我的创意，甲放任压力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若一天无画图，我的心肝头就会难摇。所以画图是我上介意做的代志。有人兴烧酒，有人兴读书。每一个人的兴趣拢无共，感谢阿爸阿母认同我的兴趣，互我学画图，我才有机会提升画图的技巧。即马我画图的功夫嘛愈来愈进步，连画图老师拢学了甲会答字呢。虽然逐工爱用真侪时间练习画图，毋过是做家己上介意做的代志，所以拢袂感觉忝。生活嘛过了欢喜，阁有意义。